啱啱喺動漫展見到 Hot Toys 咧出咗好多好靚嘅高速婆婆產品，包括嗰啲好得意嘅吊喺背囊嗰啲公仔。我哋呢邊都唔執輸啊 ，X Power 都有膽大黨嘅藍牙耳機，咁梗係即刻攞隻高速婆婆出嚟先啦。嗱，除咗高速婆婆咧，仲有高倉健嘅，佢就係黑色咁，但係我偏心同埋我中意高速婆婆嘛，咁所以咧就攞呢隻靚啲嘅透明白色高速婆婆俾大家睇下。咁見到佢第一層係透明啦，裏面就白色啦，望落去好靚，亦都有好得意嘅高速婆婆公仔喺度啦。支援藍牙 5.3 嘅，除咗聽歌之外咧，仲可以通話添。外面咧有一個輕觸式嘅按鈕啊，你掂佢咧可以跳歌咧，或者係接聽電話都得㗎。除咗外形靚仔之外咧，仲好輕巧添，連埋個盒合共先至35 gram 啫，個充電盒就29 gram 啦，每一隻嘅耳機咧係3個 gram 嘅啫，咁戴耐啲都唔怕攰啊！充電非常之方便咧，就喺底部嗰度用 Type C 線充電啦。充滿電嘅話咧，可以有5個小時嘅使用時間，包括通話同埋播放音樂嘅。支援嘅解碼制式咧有 HFP 啦、HSP 啦、A2DP 啦同埋 AVRCP 嘅。呢隻白色透明嘅高速婆婆耳機真係男女都啱嘅，咁都去到尾啦，俾高倉健出嚟見下大家啦。想感受下以上嘅產品，7月24到28號咧可以嚟動漫展 X Power 嘅攤位啊，位置係 G06嘅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。